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7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去年一岁囡仔凯凯互年某虐待死亡，检方认为伊互人民一个细蛋的子宫假造工作记录，佮暗藏证据，甲伊提起公诉。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涉嫌伫桃园市长任内收乌西500万，7月封收押。桃园地检署今仔以贪污定罪，电车重判12档。台北市前副市长裴景生昨伫议会经发社调查会议，证实讲是前市长郭文地直接交办，郭文地讲会开记者会来说明。咱来看去年一对细老的年某姊妹啊，涉嫌甲一岁查甫囡仔凯凯虐待死亡。台北地检署起诉这2个人，佮继续调查。嘛认定讲伊互人民一个细蛋的子宫，伊无照规定写逐个月访问的工作记录，互凯凯失去互保护的机会。代志逼出来了后，伊佮去修改工作记录，增加检警办案的困难。今仔检方是以过失致死，佮有假造文书定罪，甲这个细蛋的社工提起公诉。凯凯的外妈当初是经过伊互人民的小解，甲囡仔交互细老的年某来照顾，无到3个月时间就互虐待死亡。检方指出讲，这个细蛋的子宫经过3解的方式，知影囡仔有出现一寡异常的状况，所拢无提出记录。伫凯凯过往了后，佮去改记录。检方是指出讲，这个伊互人民细蛋的社工犯案了后态度佮真歹哦，佮想要暗藏证据，所以甲伊提起公诉，嘛建请法院判重刑。咱再来看，民进党的立委林月琴甲社会团体早起是开记者会，因指出讲，华人的三公有囡仔受到虐待，今年4月发生了后，负责督导的华人县政府到今佮还未提出检讨的报告，因要求中央的卫生福利部应该爱介入调查。残光无光，人民要真相。佮传出亲像虐待囡仔案件，民进党立委林月琴甲社会团体27条开记者会，也出花莲，先讲育幼院有几位件囡仔受到不当对待，包括甲拍、提供大小环境真歹等，透过医生录音，佮发现现任姓苦的执行长过去都捌发生几件离谱行为，像用塑胶袋绑医生的双手，也是将医生绑伫轮椅规工作为处罚。用透明胶带绑双手，然后还在那边说什么哦，很像哆啦 A 梦哎。孩子表示他们有求助，可是求助无门啊，好，因为主责社工只跟他们讲说，哦，那你就忍耐吧。立委林月琴表示，先讲育幼院过去10多年来都有几件虐待囡仔的事件，偏港评定真侪问题。不过，这个机构亲像已经加做家族事业，互相暗藏违法事实。今年4月，亲像虐待囡仔案件发生了后，负责督导的花莲县政府到今拢无提出检讨报告，所以要求卫福部爱介入调查。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啊，那个预计9月初左右会召开最后的一次的会议，就会做出相关的处置。针对这样的申诉案件，我想我们也会尽快的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启动这个调查的一个程序。立委呼吁中央甲地方政府爱重新检讨就细二少的申诉机制，敢是有畅通，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卫福部是回应强调，会尽速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以厘清真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院前副院长郑文灿涉嫌伫桃园市长的任内收乌西500万，已经伫7月封收押。桃园地检署今仔侦查结束，以贪污定罪起诉郑文灿等11个人，嘛建请法院重判郑文灿12档的有期徒刑。地检署嘛伫下晡点半开记者会来对外说明。那正性被告的部分呢，我们认为他矢口否认相关的一个犯行哦，我们向法院请求从重量刑，希望能够量处有期徒刑12年哦。地检署表示讲，桃园市政府伫2017年向行政院来争取要甲变更南口特定区的计划公务工业区扩大方案。当时的桃园市长郑文灿是收乌西500万哦，也毋过伊11个月后又搁500万提回去。检方后来又搁去郑文灿的徛家超出678万，涉犯财产来源不明罪。郑文灿伫今年7月，互检方约谈嘛封声押。桃园地方法院是以500万，搁有1200万，2届裁定交保哦。
所，检方嘛拢控告成功。地文产伫7月11第3届的羁押庭，方裁定收押。即马人搁伫桃园的看守所，今仔是互检方以贪污顶罪起诉，嘛见请判12档的当刑。咱再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正伫现金做介绍，搁金华城顶案的争议哦，搁继续在炭烧。台北市国民党的议员郑小平早起，搁伫台北地检署去告黄珊珊涉嫌多利罪。另外，台北市议会金华城的调查小组暂时邀请前副市长裴景星来说明。有议员开会了后是表示讲，裴景星的讲法正是讲当初是前市长郭文地直接交办的。郭文地是回应表示讲哦，伊会搁开记者会来说明。郭文铁台北市长任内金华城争议继续伫咧弯，台北市议会金华城专案调查小组2日邀请台北市政府市长裴正新出席访谈。国民党议员张小平认为，裴正新无参加辩论会所出席的记录，质疑郭文铁甲黄珊珊涉嫌主导。27早起到北检追加告发黄珊珊涉嫌多利罪。昨天晴天霹雳啊，那个彭正生来了的时候，他说3次辩论会他都没参加，柯文哲告了，我要加告你嘛，因为3次都你在处理的，你是副市长。不过，内阁议员会后转述也认为，裴正新的讲法正确，当初是前市长郭文铁直接交办，第次郭文铁也做回应。因为陈振生昨天到议会的时候有讲说，那你也交办。算好了，我跟你哦，来开个记者会，把这些都讲清楚，一次全部处理。针对政治现金的代志，党内立委陈昭祖表示，应该依法清查，但是也讲，伫最近陈佩琪看1亿2000万高级罪证据，认为郭文铁加陈佩琪2个医生职业加起来超过70年，每次应该无问题。有关政治现金部分，我们就依法去清查嘛。讲那个买房子的事，我个人觉得说那个，因为柯 P 他跟他太太2个人，我算一算，大概2个人职业超过70年了，买房子不是问题。那前2名烧大埔大楼正伫咧装潢的民众党中央新党部，敢若是无申请许可，引起外界注意。民众党表示，这个2日有送件是无规片审查。会配合监管处会勘依法办理。另外，又搁传出讲，前立委蔡壁如敢若是报假绍超过100万。伫进前，蔡壁如接受访问时阵补贴，讲相关资料互网军乱主编，若是有必要会去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看东山会第5档前指控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法院嘛认定对定中共77亿元，也毋过中共不服，搁再上诉。台北行政高等法院暂时判决了，是判中共胜诉。另外，东山会向国民党股东部对定11亿元，法院经审了后嘛判国民党胜诉。也毋过东山会是强调讲，因会搁上诉。这官司缠讼很多年的了哈。虽然我说是迟来的争议，讲中共得到换来证据，因为5年前，互东山会认定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名下的土地加建物需要转移做国有，并且追缴已经移转或者是卖出去的29笔的土地，总共77.3亿的税金。中共不服，提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伫咧2日判中共胜诉。就是一个100%的纯粹的商业广播电台，所以硬说我们是附属组织，其实对我来讲哦，对中国来讲，它是一个侮辱。报告显指出，国民党党营事业华夏公司持有的中共96%的股权，伫2005年就已经全部拢过户予非党营事业的盈利公司，有法度证明中共已经脱离国民党实际的持有加控制。另外，东山会认定，这嘛是中营法基金会国民党及中央党部原本是国民党不当取得的财产，爱追缴11亿元。包括刑经一审也逆转改判国民党胜诉，撤销东山会处分。感谢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党产会透过司法滥诉追侦进行的政治清算，毫无正当性。法院并没有否定中广作为国民党附属组织的这一个事实，只是时间点上的不一样。那当然，我们会与律师商量之后，我们会提起上诉。联动第15报告刑撤销国民党大校大楼案件的处分，东山会已经连续3遍败诉。
对此，董审会表示，无认同法院的见解，强调会伫咧收到判决书了，一定会提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的万里旧厝防质疑违建的争议，赖总统伫选前有承诺讲要交付信托，嘛讲好要成立万里空港的生活纪念馆。选伫今仔总统就职第100天来公开纪念馆，嘛宣布讲10月会正式来开放，和民众预约参观。个故事，但赖总统没有在里面去讲述一个这样的故事。这款黑白相片拢是珍贵的历史记录，呈现台湾矿业发展兴衰的过程。总统赖清德万里老厝伫选举期间传出违建的争议，赖总统表示交付信托，并且伫咧就职100日之天兑现承诺，而且宣布启动万里矿工生活纪念馆。那也希望透过一个整体的通盘检讨，来协助全台湾各地关于矿区所需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居住事宜。那我们也看到赖清德非常在意，在这个他的老家的这个地方也要做一个信托以及开放，所以我们特别选在一个重要的日子，也就是今天。那我们特别来做这个对外开放。对老厝转型建设纪念馆，民进党表示，赖总统关心矿区居民的巨大正义。透过纪念馆的形式，讲述万里矿坑的历史，甲当地居民的生活点点滴滴。感谢这款无名的英雄，挡予台湾经济起飞。现场也邀请老炭工分享因过去的炭工人生，也有囡仔时阵甲赖总统的互动。我早命是初中，即摆加入高中，去遐拢也下课咯，拢会走遐耍，因母啊行，拢嘛去遐吹。这是总统的母亲的一个起居。现场也开箱矿工生活纪念馆，1楼办矿工念经典，也那边的房间是赖总统的老母过去住的困房。赖总统细汉时阵就伫咧遮照顾老母，并且伫2楼的主桌读书。这里并没有装饰冷气，所以我们总统其实还蛮耐的。纪念馆按算伫咧10月开放有计划导览，也那外界所关心的公益信托的进度，民进党回应依然伫咧继续进行。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市府关心矿区员工的权益，希望矿区员工的权益会当得到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巴黎奥运赛果煞来拍运哦，会伫8月28到9月7来举行。这届拍运，咱台湾计共是有13运动员参加7项的比赛哦。今仔解判新闻，咱就要请苏眉带咱来实赛拍运，嘛来为咱台湾的选手加油。是主播，这巴黎奥运是已经结束2礼拜啊，咱台湾的代表队是摕到2块金牌、5块铜牌好成绩。所以咱来继续为明仔载起过的拍运的选手来加油。这拍运是为了这身心障碍者举办的上届大型的体育比赛。第一届是伫咧1960年的时阵，伫咧意大利举办的。其实伊的起源是一个俱乐部，是专门提供在二战时期受伤的官兵也有民众复健治疗。后来就这医生为半岁的患者举办轮椅运动员比赛，渐渐演变做即阵的拍运。即卖拍运甲奥运同款，拢是4年一届，大概会是伫咧奥运结束的2礼拜后，又共一个主办国共一搭举办。这回巴黎拍运，咱优秀的台湾代表队计共是有13位选手，带大家来看特别受瞩目的国手。头一位是陈碧安，今年才打17岁尔。不过，伊伫咧这国际比赛是已经有真好的成绩，伊是咱这回代表队上届少年的选手。伊伫咧2022年杭州亚拍运，就摕到男子单打金牌。也若是这第2位刘雅婷选手，已经是第4届代表台湾参加拍运。伫咧这杭州亚拍运女子标枪的项目，有铜牌好成绩。这回就由这前辈刘雅婷，也有小将陈碧安做咱台湾的将旗官。另外，若讲到摕金牌热门组合，就一定要讲到林姿瑜甲陈晓雯这2位乒乓选手。因伫咧杭州亚拍运是摕到女双的银牌，伫咧单打项目是金牌总保，这回表现就真使人期待。咱的上尾啊，就爱请咱的观众朋友继续支持咱的资深国手65岁反击警老将詹良辉。伊是帮为着咱台湾摕到2008年北京拍运，也有2012年伦敦拍运2届的铜牌荣誉。
以上就是今日的解拍新闻，请观众朋友对明仔载开始为咱13位拍运歌手加油，咱个镜头交转去主播。感谢所比哦，咱继续来看咱台湾的安倍王子李志凯的黄金计划是红降到第4级，补助个资源拢减少哦。伊的教练是为伊抱不平，体育署长第4中是表示讲哦，已经有要求体育署、各国训中心、各运科中心爱全力来协助李志凯的需要，以专案来支持李志凯复健的计划。当届如果没有入选奥运的话，会降到下一届的那个具体办法。那下一届的办法里面只有第4级跟第5级，那时候这个办法上面是这样定，那我们就依这个办法在执行。那当初我们也有发现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在黄金计划3.0的部分就已经有做一些修改。那虽然级别是这样子，但是对于训练上面所需要的资源，我们一样都是全力的支持。来看今年哦，巴黎奥运是引起真侪讨论，阁有一寡人主张讲，奥运应该爱互全民免费来收看。有媒体调查就显示讲，有超过57%的民众是支持讲奥运转播会当收费。有学者嘛认为讲，若免费来转播奥运，会当来提升咱国民运动的意愿，这是会当来考虑的。巴黎奥运都结束，巴黎拍运会也要第2白起鼓。2024巴黎奥运掀起台湾看运动赛事的风气，也引起民众看奥运转播敢爱付费的讨论。有媒体发起调查，发现有57.1%的民众支持付费看奥运，42.9%反对。那比较特别的呢，是在这个支持要付费看奥运比赛的人里面呢，事实上有真的去付钱看奥运的人是21.1%。那赞成要付费，可是实际上没有去付费的人呢是36.1%。虽然支持立钱看奥运的民众较多，不过这摆巴黎奥运有付钱看转播的人算是少数。有学者认为，若要让民众免费看奥运，除了政府补助，也通透过广告等等商业管道得到财源。电子商务还有多元授权，包含授权给网络平台、电影院还有地方频道来摊平成本。国家出钱只是一种模式。那国家部门补助也是一种模式。奥运要不要转播？如何转播？重点是普及。那为什么要普及呢？因为这个牵涉到整个台湾的运动风气能不能向上提升。学者罗尚伟认为，那未来通透过民调也是研究证明奥运转播普及化，嘛当提升国民运动意愿，提升全民运动风气，让国人更加健康。那安尼时，政府就应该推动这个政策。未来体育部成立，就应该积极推动免费普及化转播奥运。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2017年台铁的产业工会不满台铁计薪佮有休困的问题，发动伫固定假日春节依法来休困抗争哦。后来是有300外人互处罚，台铁工会向劳动部申请裁决，佮上诉到行政法院。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判决讲要求爱撤销处罚。产业工会今仔早起佮去劳动部订正，伊是要求讲劳动部莫佮上诉啊，互固定假日劳工有权利来休困。因为不管新世纪一个资方摆办的方式，代替产业工会伫咧2017年发动固定假日依法休假，伫过年前4天通知资方固定假日依法未上班。伫事后337个人被停处，连带影响迄年的考绩一个奖金。工会向劳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行为裁决被驳回，早期又搁提行政诉讼救济，官司判了7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经一审判决出来，认为雇主无伫咧一定合理期间事先得到劳工个人同意，无符合劳基法所定的上架标准。产业工会早起到劳动部订正，希望劳动部唔通搁再上诉。劳动部依然故我提出上诉，自甘选择成为另一面台铁资方的门神。我们必须强调，劳基法对于国定假日早已写明需取得劳工同意。劳动部与裁决会却逾越劳基法，擅自提出需要提前请假的要求。工会批评劳动部提上诉，为此敢若变做代替资方的门神。对比较，代替高层伫咧公司化了随调薪水，基层争取权益，煞才经过官司判几多年，看起来是真考试。希望劳动部
若是认为固定假日劳工无应该有休假动议权，就应该行修法的程序，临时拍诉讼来为资方背书。这个案子在上诉的期间因为不管在程序的问题，或者是实质的争议问题，各个判决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必须要厘清这个行政法院他们最后到底的见解是怎么样子，所以这个必须要由最高行政法院来最后的定夺。另外，对于工会批评台铁伫咧公司化了，基层的薪水也是正低。交通部回应讲，台铁已经甲从业人员提具规划送行政期，除了基本薪以外，各地人员依照职务的特性、专业的属性有设计职务薪水，以后的起薪差不多是36000到42000。台铁公司也会继续甲台铁的同仁沟通对话，保障员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未来的高雄厂区是旧的中油高雄的炼油厂，目前长的时间附近嘛会整地。昨早起工地传出讲有微波弹，各军嘛随去现场来清炸弹，初步是认为是无安全的问题哦。市政府嘛强调讲，整地工程未受到影响，会继续进行。怪手挖斗挖出来，毋拿涂刷，搁有一粒真大粒的微波弹。地点就伫咧高雄南马溪中油炼油厂旧地址内底，也就是台积电未来伫高雄的厂区。2日透早，工务局委外厂商做整地工程的时阵，伫厂区西边挖出一粒重轻磅的微波弹。中油扩厂期间，也都陆续有挖到未爆弹，过去这40-50年来都已经有发生过。这次发生这个未爆弹，我相信也是年代久远，生活在那边都已经习惯这种危险事件。附近中油裸体居民烦恼施工安全，无奈表示高雄炼油厂旧地址过去嘛捌挖到微波弹，不过国军判断挖出的炸弹是粘体，不是微波弹，无危险性。为早期遗留1000磅空用炸弹残体，弹体严重锈蚀，无隐性，批号不明，无维安顾虑，已移运入库妥存。市府解说，炼油厂第二级时期是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推出炸弹是当时美军轰炸留落来的。军方未爆弹处理小组将疑似的未爆弹移除处理。据了解，高雄炼油厂以前为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推测可能是在日据时代美军轰炸当时遗留的未爆弹。人车出入27透早，台积电厂区继续施工当中。国军表示，炸弹粘体已经移除，后续会销毁。市府嘛强调，整地工程无受影响，会继续进行。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台中市北屯一个社区当地民众收到上新的电池的小单，所发现讲电池比前一期是济几啊倍，个人的小单是2万外块。影响台电来反映，台电调查是发现讲外包厂商的抄表员无实际去现场抄表，计共是有114户有问题，会重新来计算。老小姐提出小单，6-7月电池竟然要23000外。因讲伊一口罩4个人，前几期加要我1万，这期煞向加几啊倍。没有一个地方是有漏电，包括我们的电器都是换变频的。对。那甚至我们收到账单之后，我们的家用电，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不敢开冷气。同一个社区的住户收到这支小单，也错一条电池要17000外。伊讲用过一期加几千块，就算用下柜电计算，也无可能遐贵。迄当时就怀疑是抄表出问题。他前几个月就是非夏季电价的时候，他没有抄表，然后大概写了一个大概的数字，然后接下来呢，他可能把累计没有抄到的那些度数全部加进了夏季电价当中。台中北屯和福路一大透天的社区，不少住户发现这支电池熊变贵，有人是惊甲唔敢开冷气。台电接到反映了后，调查出迄区114户8月份小单全拢出问题，承认是外包的抄表员无去现场抄电表所致。就是今年度就是有发现说，他在4月左右的时候，他的抄表的部分度数就是说有异常情形。在抄录记录上做随意的推算，不实的登载，主管人业务上不实登载罪，依法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律师表示，外包厂商甲抄表员也可能涉刑责。台电讲会照契约甲外包厂商扣钱，开除迄个抄表员也已经重新算电池。不过因为实际用电度数已经无法度查到，电池重新算过了后，住户也是袂当接受，会继续甲台电讨公道。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央银行昨公布讲，国银7月份房贷的金额是有10.6兆哦，创历史的新高，年增率嘛超过10%，是18当来的新高哦。对中央银行的资料嘛发现讲，对今年5月到7月，国银哦房贷的金额嘛已经连续3个月拢增加超过1000亿了。新青安政策实施，带动房市的买卖。根据央行2日公布，国银房贷营业，去年7月干那9兆6000万，今年7月是升中到10兆6000万，创历史新高。新青安持续推出了首购自住的一个族群，同时也包括了在半导体以及在 AI 相关供应链的一个扩产。那当然也带动了在区域房市的一个自住或者是投资的一个热潮。房屋买卖市场有偌好？为国银房贷营业来看，今年5月以来是增加1243亿，6月增加1069亿，7月是1165亿。这国银房贷营业是连续3个月拢增加超过1000亿。若为房贷营业年增率来看，6月是10.2%，7月是10.8%。这是创2006年6月以来超过18年的新高纪录。只是即摆厝起袂赴供应市场，加上房贷营业增加，进前央行就对国银推出房贷减杠令。外界认为，若是效果无好，可能会扩大房市信用管制。进一步的这些信用管制啦，是不是加强第2屋以上的这个贷款成数，或者是扩大实施的范围跟区域，或者其他的金融的控管的检查，都会是后续可能可以祭出的手段。专家表示，要换厝的雇用新青安头一届买厝，或者是最近要交厝的民众，恐惊拢会受到银行减杠令的影响。贷款的压力增加，不过房市的力度敢会因为安尼就降温，也搁要继续关注。记者台北报道。来看新北市的新庄有一个民众把狗仔放伫乌托邦的头前，结果这只狗仔跳车冲去路林哦。这个主人把这只狗仔抓起来，就关伫乌托邦放物件的所在。新北市的动保处是表示讲，这款行为已经违反动保法，上最是当罚15000块。另外，狗仔跳车的行为嘛，可能会受到红单，那造成车祸，佫有刑事的责任。跳倒摆在等红灯的时阵，忽然间跳落去。原来这细只宠物是冲去车路顶悬伫个原地在洗裤啊。主人甲狗仔抱倒来身躯边，无想到后一秒煞是拍开放物件的箱啊，甲这狗仔就踢到内面。不行啊，热死啊！背包也会，然后带笼子也会。不会让它在这边跑啦。这项的行为就发生在新北市的新庄，一个主人载狗仔出去，放在机车的大帮，骑到幸福路的时阵，这宠物半路跳车，警方提醒讲，干那这点就已经违规。那这狗仔走去路面，佫造成交通事故，主人恐惊就要负刑事责任。依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88条规定，负载坐人载运货物必须稳妥，违者得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5项举发。若因宠物跳车导致突发事故发生，可能负担相当之肇事责任。将动物放置密闭小空间，已违反动保法第5条第2项规定。若因过失造成动物受伤，将依动保法第37条规定，处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这个主人把宠物关在车厢，行为嘛违反动保法的相关规定。新北市动保处表示讲，已经调查集资料，会约谈主人来说明。小型犬其实使用运输笼会是最安全的。那中型犬，那当然就是用牵绳也是 OK。带宠物骑车去佚佗，动保团体建议讲，早出去的人仔是标配。替代方案是甲挂牵的锁啊，做好安全通号，保护狗仔的安全，嘛防止这宠物若跳车雄撞出去，伫路面了代志会引起交通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昨透早对乌克兰发动目前为止上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有超过半数的领土互上百台的无人机，佮有上百辆飞弹攻击，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一寡基础的建设设施嘛有破坏，大范围失电嘛无水通用。罗西亚是表示讲，因的目标是要来破坏能源的基础的设施哦，嘛强调讲，罗西亚甲乌克兰有展开直接的风声，拢是假的。伫空袭过了，厝拢损害，消防队员继续喷水拍火。
俄羅斯伫咧2日透早對烏克蘭發動開戰以來到即馬規模上大的空襲，烏克蘭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地區遭受到超過100台無人機加100粒的飛彈攻擊。雖然大部分攏互烏克蘭的防空系統拍落，不過也是造成至少7個人死亡，幾60人受傷。Мама, тато і моя жінка, вони вийшли якраз з двору, сідати в машини. В цей момент був приліт. Ракета впала прямо біля гаражу. Гараж рознесло, якби ви бачите самі, криші нема, тут криша постраждала. 烏克蘭的電力設施也被破壞，造成大規模停電停水。烏克蘭證實，總共有15個地區遭受攻擊破壞，能源部門也受損真嚴重。俄羅斯國防部指出，對烏克蘭能源基礎設施發動攻擊是長期以來攻擊策略，因為這款設施為軍隊提供支援。莫斯科當局強調，這是給烏克蘭人民帶來痛苦的信息，也否認俄雙方有進行停火談判。Ника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е было.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тема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она изрядно потеряла свою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Сообщения о различных контактах в СМИ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очень много и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除了呼籲盟國遵守協議，繼續提供防空系統甲飛彈，也認為合作夥伴應該甲烏克蘭達成聯合防空協議，做伙甲俄羅斯的無人機甲飛彈拍落。Авіація наших європейських сусідів працювала разом з нашими F-16 і разом з нашою ППО. Якщо така єдні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ефективно спрацювала на Близькому Сході, це повинно працювати і в Європі. 因為最近烏克蘭軍隊侵入俄國的庫斯克州，和烏克蘭的士氣規攏提振起來。BBC 報道，雖然莫斯科這邊的攻擊是針對基礎設施，但是莫斯科是想要用這邊的空襲打擊基輔的士氣，和烏克蘭人轉到現實。公司新聞陳慧琳編輯。來看英國一間電信業者一份上新的報告，指警告講，家長是無應該提供11歲以下囡仔智慧型手機，只會當回應傳信息，還是講敲電話哦。嘛建議講16歲以下青少年手機的使用，應該愛有家長監護的功能，上好是限制13歲以下囡仔使用社群媒體。想看賣啊，以前無手機的年代，小學生、青少年的溝通攏是直接對話。合適上需要找答案，毋是到圖書館查資料，都是親自詢問、探訪、實地觀察。即馬有手機啊，手鏡頭啊，試一個是通跳出來，一切都是因的世界。看甲發現，青少年手機啊用掉掉，更加會得到憂鬱症、焦慮症甲失眠。英國上大電信業者之111也有良心建議11歲以下囡仔無應該使用智慧型手機。真正有需要，也只互因會當傳簡訊、甲敲電話等簡單功能的就好。佮建議對16歲以下青少年啟用家長監護功能，限制13歲以下囡仔使用社群媒體。A subject of loss of control over use, primacy of the smartphone in their lives, so that they're spending time on their smartphone in preference to other meaningful activities or sleep. That they continue doing this despite an awareness of the downsides. That they feel a real sense of dysphoria or distress if they can't be near their smartphone or use their smartphone. 研究顯示，使用智慧型手機失控也是調到焦慮症的幾率是一般人的2倍，到憂鬱症的幾率是一般人的3倍。在美國，也早就發現問題會愈來愈嚴重。加州甲南卡羅來納、拍算追隨猶他州州甲路易斯安那等州，針對地方使用手機進行規範，像禁止在上課時間使用手機，有家長認為禁止使用手機對囡仔上課有幫助。I had very difficult interactions with students who answered phones in the middle of class, who didn't want to put them away. You know, there are these TikTok and Instagram trends that become very, very disruptive. 另外，英國這條機構 Uswitch 最近調查發現，18到34歲族群有我之成唔講電話，甘願傳信息。前期世代甲Z世代認為傳信息才是主要，手機通話是緊急聯絡用。隨着時代改變，手機設定是靜音，當有聲音響起時，會讓人感覺奇怪，也是就是可能有歹代誌發生。公司新聞吳慧玲編譯。
过来消息，咱来看新竹县的竹北有一间在地经营10外档路卖越南法国米香的市场的档啊，伫礼拜开始陆续传出讲有民众食了身体出现吐骨流，佮有发烧所以怀疑讲可能是食物中毒。卫生局接到报案，嘛派人去稽查。采检的报告上紧2礼拜后会出来。到昨为止，已经有35个人送病院了，其中有5个人佮住院在观察。原底应该逐工开门做生意的店家，即马已经暂停营业。新竹县竹北市市场内一间专卖越南法国面包的档仔商，这2天传出怀疑食物中毒的案件。每天都有卖，几乎每天没剩，每天都有卖。这次反正我都不知道耶。我还说这2天怎么没开门的？根据统计，到8月为止，总有35个人身体出现无爽快，赶紧送病院检查。目前还有5个人住院观察，卫生局把赶紧派人到现场稽查，采用检查。主要症状有发烧、腹痛、腹泻、头晕、呕吐。那在本院急诊积极处理之后，病情都稳定。那我们也依据他的病情，依法通报卫生局来做进一步的调查。通知的人数约有35人，那目前仍有5人住院当中，总共采检了12样检体进行检验，那最快2周会有一个结果报告。卫生局初步稽查，发现其中包括煮食的工具放贴涂骹，以及食材无标示清楚、有效日期等6项无合格，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若无会依法处上悬2亿以下的罚款。民众食歹腹肚的原因，上紧2礼拜会有结果。记者朱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动保团体早起去农业部的林保署呼吁讲，应该全面禁止使用山猪条，嘛批评讲一寡改良式的蜡具同款是真危险林保署是表示讲会来收集部落族人的需要，甲动保团体的诉求，再过来研究。大日头骹，动保团体办做一只乌鱼，互改良式的蜡区立条咧。动保团体用行动剧要求林业署应该爱全面禁止山猪条甲改良式的蜡区。为着要减少动物的伤害，林业署对2019年开始推动将传统的山猪条改做改良式的蜡区，但是动保团体表示，改良式的蜡区只是甲脚踏板对24公分变成12公分，虽然变细，但是同款有害，同款会伤害动物。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佫可怕。这种传统的山猪条，大概这10年才出现的，但是这种下做改良式的这个列具咧，推动到即马4年啊，这4年来20只、47只。对此，林业署回应，改良式的蜡区确实袂伤害到乌鱼，而且原住民长期以来文化袂当讲一改就加以全面禁止。我们的是改良式列具，跟这些市售的山猪条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虽然形式上是很雷同的，但是我功能上是有做过一定的设计跟改善的。这个政策是一定要推动的，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在与山村居民和原民朋友们在建立互信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大部分拢是迄卖山产的，伊一只山猪啊，抓着去卖，会当卖2万几块。林业署用原住民来做伊的挡箭牌。动保团体表示，原住民伫台湾5000年的历史，但是山猪条这种工具是这10当才有的，因建议应该爱使用电子围篱，也是较安全的工具来取代，才会当保护动物的安全。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再来看桃园路道，早起有一台大货车吊臂无收起来，去交着电线弄断青红灯封闭2个车道，剩一个车道会当行。伫上班时间车是塌。青红灯拐倒去，后一顶是倒伫路面。桃市路德区27早起6点，一台拖拉机伫经过中正路路段的时阵，疑似是吊手无收，交着电线，造成路顶拐和后一拐当场风错个倒去，影响到桃园往大园方向2个车道，敢若剩一个车道会当行。这个状况嘛严重影响到要塞车去上班的人。轿车的那个上面去勾到，然后就延续这样子3条电线杆都倒掉，所以其实比平常更塞，对吗？对啊，现在已经塞到交流道那边了。在中正路南山路大货车吊杆未收，然后勾到电线，导致耗气杆与电线杆倒塌，影响整个桃园往大园方向的车流。
民众讲，平常时早起上班时间7点到8点半拢是咧塞车，因为这个事故去封2个车道，结果敢若剩1个车道会当行，嘛互早起塞车情形搁较严重啊。警方接到通报了后，随赶去现场来疏导交通，而且通知航空公司较紧来排除状况，嘛通知警讲提醒过路人该别条路来行。杆件倒塌的部分会在上午的时候呢全数把它清运完成。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将新的耗子杆件进行复旧。交通局讲，已经申请维修的厂商到现场做缆线的清除，现在后一管嘛会伫下晡安装恢复完成，相关赔偿责任会等警察局初评报告出来，对肇事责任拢确认了，再针对肇事者来提出赔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的西堡国小受到4月3大地震影响山区各会修路，所以老师佮学生是无法度登去学校上课。伫地震了后，伊嘛先刷去附设国小来办公开学了后，就会升至已经停办的台湾观光技术学院寿丰校区来做临时的校区。这是台湾观光技术学院花莲寿丰校区110年停交了，交予空中大学使用。这回是祝福无法度登去山顶的西堡国小学生上课。第一遍看到这么大的校园，一个宿舍加餐厅，囡仔拢真欢喜。我很喜欢这里，因为这里的生态很好，跟西堡国小一样有很多昆虫，跟我们西堡国小一样漂亮，而且很大。我觉得在这里上课很好。西堡国小是全台湾第一座公立森林实验国小，因为403地震了，唯一一条台北线中横公路未通，师生暂时住伫咧山脚的附设国小，怎么要开学啊？所在无够，才向空大旧校区。这个地方因为现在目前是没有其他单位在使用的，那空大这边也非常的就是帮忙帮我们整理非常多的教室的空间、宿舍的环境，甚至餐厅、厨房，让我们免费的使用。自海拔1000多公尺的悬山刷到平地，生态也自结构变作广告，学生好奇老师有新的教学方法。换了环境之后，那个内涵不变，只是素材，就学习素材能够转换成现在所有的在地资源。那我想跟西堡的师长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发觉他们对于课程设计跟对孩子的那个热忱是很足够的。西堡国小强调，虽然这么暂时搬到山脚，也阁希望一个有机会让搬去伫山顶。而这么学生总共有10个人，老师讲一员5个人，伫休六过了就当顺利开学。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头城秋高9月2日要举行，佮剩无到几天，传出讲有选手不办大会要超城区顶规定。伫领队会议有7个领队临时抗议，讲因无要比咯。今仔主办单位开会，初步是决定讲要甲7个队伍来除名，这7个队伍的选手嘛袂当以其他队伍的身份来参加比赛咯。大会嘛决定讲明仔载开始要佮开放其他的队伍来报名。本地5个人才会当来组队的门槛嘛降到3个人，报名的时间是到29。再来看云林县西螺福兴宫有100年历史的西螺街普渡，今年是有超过9000个信众来参加，嘛创纪录。计共是开3000桌比去年成长2成。庙方是表示讲，普渡过的物件会送予西螺轮杯顶来的砖头，会中价修理好。将一箱一箱的普渡贡品搬上车，要送到林近内乡镇内，所列车的中价修理号和关怀号手中。今年西螺福兴宫传承100年的西螺街普渡，今年登记占卜民众超过9000位，占卜多处3000桌，比去年成长2成。物资送予一寡需要关怀的人，咱今日将钱送出去1,2-3分，咱嘛过几工了后，等下咱结算了。后中的嘛是爱来送予咱这乡镇长这长青食堂。庙表示，贡品除了民生物资，庙嘛准备宠物罐头用品做动物普渡。结束后嘛开放民众当场领领观证。至于民生用品，就分送到西螺轮杯2轮启动内来观奖，来向店的中价修理好和关怀好。这个物资呢来做公益，来做爱心。咱西螺镇公所呢，感谢咱太平马呢，嘛这个提供到222份的这个物资呢，来予咱西螺镇内呢，咱的这个需要关怀的这个弱势啊，是边缘户的这个咱这个镇民。由我们派出所同仁深入地方去了解真正有需要的弱势民众。那我们今天待会就会把物资载回去各个派出所，那会由情区同仁亲自分送到每一位弱势民众的手上。传承100年的西螺街普渡。由西螺福兴宫附近的店家，
以及全台各地先进人士共同占卜。仪式结束后，拢会捐赠数千份的普渡物资做公益，希望会当帮助弱势家庭减轻生活开销的负担。记者用为你报道。来看教育部最近推出一个台语的语料库，会当互教学个研究来使用，嘛会当使用伫 AI 的语音，佮有 ChatGPT 软体的应用哦。学者嘛表示讲，有这个语料库的工具，伫短时间内哦，应该会有愈侪台语相关的应用，是正值得期待。同志，咱会当伫今仔日集会，都要感谢来电甲结束数，互咱举杯会身体健康。画面用 AI 模拟人声来做台语配音，互影片内底的蒋渭水会当出声讲话。事实上，要训练 AI 讲台语，爱有丰富的语料库。为着要保存台语的语料，教育部委托阳明交通大学和国教院建立台湾台语语料库，提供给大众使用。其实我想要做的，其实就是做母语教学啦。因为咱母语教学其实问题真大。第一个老师无够，老师真忝啊。第二个学生学徒以后都无他练习啦。有法度做的就是拄则迄甲 ChatGPT 接起来。所以你就会使用台语去问 ChatGPT 啊。学者指出，目前除了对台语文杂志、人工录音来收资料，未来嘛有打算要收集电视台所做的台语新闻和节目。教育部表示，目前台语的资料库有56000多条的台语资料，未来打算会把文字的资料增加到2000万字，也那口语的部分是增加到3000点钟。面对台湾台语传承的危机，避免珍贵的语文资料流失，有必要记录。保留台湾台语的口语文字语料，搜集并建置大型语料库。嘛有台语老师指出，过去民间虽然一直都有在做台语的语料库，但政府总算出面整合，嘛正期待未来台语的多元应用。通过这个来教这个啥，迄个 AI 来教这人来传，甚至伫媒体内底，当来被使用伫迄个课本内底会当通过安尼，较袂感觉讲真生疏歹学。另外，伫咧台语证明议题，教育部嘛已经将原底的闽南语常用词词典证明做台湾台语常用词词典。不过，目前词典的内容也有一部分有关是用闽南语，台语老师嘛建议教育部应当量查修正。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咱来看新北市的淡水哦，有一名退休的查某人，因学做导览员，了解淡水的文化甲食食咯。伊嘛因是透过新北市社会局推动的计划，得到真侪活动的资讯，佮培训的机会，互退休的生活袂无聊。咱做伙来了解。我看迄个介牧师吼，安尼世界去传福音真无用，我吼爱来家找一个台湾牵手来家斗3工。这出戏剧演员是一名退休的女性，演出淡水的故事。这摆演出的是马街朴素的牵手刘长明的故事。刘长明伊是新妇仔，无机会读册，一直甲阿嬷带去教堂，是在着马街才开始认字读册。后来成为女学堂老师的故事，对故事当中嘛展现出台湾女性的韧性。教会当时介牧师有办教育。长啊，我甲带去礼拜堂去读册捌字。长啊，伊有受教育，伊无白卡。了后，我即个阿嬷，我甲伊介绍好介牧师，做介牧师的家后。为着要鼓励女性伫退休了后，会当行出厝里，哪交朋友，哪趁所费，新北市社会局推动女力4.0的活动，到当嘛一定是第4档啊。针对2度就业妇女跟中高龄的妇女，然后我们让她们学习这个在地的女性的知识，然后让她们成为在地的女性导览员。那不管是她有没有未来要就业，那她其实在这边可以认识一些朋友，然后取得一些知识的内涵。除了介绍淡水的水，伊嘛坚持用台语导览，将台湾本土的母语流传落去。我感觉会当透过这个活动吼，互咱的家长来参与，互厝里的囡仔会当甲家长斗阵来学习台湾台语。除了介绍淡水的水，因嘛会介绍淡水的女性店家、美食甲景点。社区旅客关怀协会嘛，希望未来唔但是培养女性导览，嘛会当举办男性的导览活动，鼓励大家会当伫退休了后，会当继续服务社会，互日子过了丰富，也佮有活力。记者陈阿双、柯敏哲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
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